誰會買飛？這一出怪異的戲，片中主角相信那道理，舉世看不起，而這作品只想找回名的你，無期望世人每位都會愛自己。很慶幸你回來了，拿着你預約的一張戲飛，不要成為世人全部都拜跪的神，讓我知當你喜愛的人無力再心跳才寫音，不怕成為票房無視的偉大作品，我只想給你一個人看，普通觀眾不要行那樣近。人格眾多，討好不了人的我，只因這勇敢到捍衛我，不會有很多誰要那些一般觀眾理解我，誰明白暗藏作品深處有什麼？很慶幸你回來了，齊合唱完場的歌，不要成為世人全部都拜跪的神，讓我知當你喜愛的人無力再心跳才寫音，不怕成為票房無視的偉大作品，我只想給你一個人看，普通觀眾不要行那樣近。用足市場給100分，難及你贈一個吻號，沒有一個人懂得你崇拜無憾。誰又祈求得獎作品，蒙塵未過不可信任，等凡人互相吸引。不要成為世人麻木的當作偶像的人，就算我本性沒人愛，仍勝於吐槽歡心。不怕成為票房完敗的抗世偉大作品，或只想給你一個人看，於漆黑裏等我來抹淚印。誰會買飛？這一出怪異的戲，片中主角飲了那啖氣，原來只想人